恁着学老耶和华，我的心嘛，恁着学老耶和华，我的心要学老耶和华。我要活的时，要唱歌学老我的上帝。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锡安啊，你的上帝要做王到万代，恁着学老耶和华。请来吟圣诗第9首，万有三甲自极欢喜。万有三甲自极欢喜，学老上帝做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学老天父荣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起立吟全首。做声来读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同时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启应文第19篇，嘛是诗篇第84篇，记载伫圣诗后壁面是1033面。启应文第19篇，现着请
三甲来交塔。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要焚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仇。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大苏山谷，拢变做泉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咱三甲额头来祈祷。我要一世人向耶和华吟诗，我要活的时，要向我的上帝唱歌阿乐，愿意了我的情种想做合一。我要因为耶和华欢喜，也要伫众人面前见证上帝所成就的一切美事。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甲怜悯，互阮平安经过每一日。我要因为你的快乐来欢喜。阮常常伫咧拄着困难也灾祸临到的时阵，才发觉经历上帝的能力。但是愿你互阮伫咧平安舒适的环境中，放落对生活中的不满甲怨叹，享受对你遐来的安静。亲爱的主，阮伫生活中常常有违背你心意的行为，也是受外在左右，忽略到心灵的需要。你捌讲，见若我所疼的人，我特别来敬戒伊，所以着分治来反悔。求你光照阮，互阮通找着一切祈求甲仰望的答案，得到完全的自由甲安息。我嘛要继续为着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祈祷。现在有充足的疫苗的供应，求主互阮拢会当按时间去注射，也会当平安度过副作用。现在台湾的边境政策还未透放，国际的疫情也还未降温，求主施阮灵敏看顾。阮将性命的主权仰望交托伫你，求你保守。阮也为着身体也是心灵病痛，所以无来到教会的兄弟来祈祷。约伯记42章4到50中有记载，求你听，我要讲。我问你，你应我。我前耳孔听见你，但我的目睭看见你。愿阮拢会当像目睭看着你，甲你面对面，互阮性命更新。毋若是听道理，搁较要保持对主的追求较无，持续不断的敬拜甲谦卑拍拜伫主面前，才会当时常面见伊，互家己的心灵得到安慰甲透放。阮也为今仔日过礼拜的天师甲服侍的同工来祈祷，求一切顺利，也求主赐落安静的灵，互阮伫信息中得到上灵的养赐。阮也要同齐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食敢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传日日刺，着给阮脱离迄歹个，
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阮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乌老，请信歌队，赞我心神来乌老，赞我心神来乌老。
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个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1节到13节。新约部分第31面，马太福音第25章第1节到第13节。请听我来读。迄时，天国要比平10个在世女，也因的顶出去迎接新竞赛。其中5个戆的，5个知识的。戆的也因的顶无另外带油，独独知识的也因的顶另外带油伫因的器具内。新竞赛的因前就拢顿甲这伫困。半暝有大声叫讲：新竞赛来啦！恁出来接伊。迄时，遮个在世女拢起来修整因的顶。戆的甲知识的讲：请将恁的油分阮，因为阮的油要花啦，阮的顶要花啦。知识的应讲：今仔日阮拢无够，较好去对卖的人家己买。去买的时，新竞赛到，遐个便宜，甲伊入婚姻的宴桌，门就关。然后其余的在世女也来讲：主啊，主啊，甲阮开！若是伊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我毋捌恁。所以着张弛，因为恁毋知迄个日、迄个时。以上。今仔日进度的题目是耶稣的披露，在世女的披露。请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搁再一摆同主日来到伫伊的圣会，咱来起做礼拜。完成圣旨时阵，互咱会通晓悟上帝话语。咱即时同心来祈祷。恩典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主日早起会通同主日来到伫你的会中。阮通过吟诗而乐敬拜，也通对你的话语来领受你天顶能量的氧气，帮助阮伫即个圣洁的交通的中间，阮会通体贴你的心意，知影你所启示的话语。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做贵宾的人拢无法度避免，就是会互执行官来排卫兵啊，就是做兵的人就爱去徛卫兵。卫兵有分做2款日时的时阵，通常拢是1个人徛，到伫暗时的时阵会安排2个人做一组。通常拢是老鸟带菜鸟，免得讲因为疏忽，也是讲拄久去发生意外。拄对成功岭新兵训练中心结训以后，落部队来到一个听讲是寒天足寒的所在就是新竹的南寮。拄好我落部队时阵是11月，11月拄即日到伫咱讲寒天的头秋天寒天即个时间点。我迄时阵所带的部队迄个基地有2个位所在，一个是本部，一个是弹药库因为我迄单位是弹药库所以执行官每一工安排卫兵的时阵，就是爱安排2个所在阮的本部甲即个弹药库的所在。为了避免寒天伫咧弹药库迄个所在徛卫兵的时阵过头冷所以阮的单位就会分一丝即个大衣迄大衣的外衫，互阮会通止，会通止寒较袂讲徛卫兵徛到伫遐甲论准我还会记得我拄落部队时阵常常伫暗时徛卫兵，就甲即个老鸟即个老兵做伙徛伫迄个弹药库迄卫哨的所在。
即个老兵就会甲我问讲，你手提迄束外衫，你有要穿无吼？迄个大领外套吼。我讲无啦，我袂感觉寒吼。迄个老兵就讲，安尼你互我吼。伊甲我接收过了后，伊就将迄个外衫放咧涂骹，吼，我铺伫涂骹啦吼，就坐落去，准备要倒落来困吼。要倒落去进前，伊就甲我讲一声讲，迄个人若要来查哨的时阵，爱记甲我叫精神哦。其实听了心内是真无爽快啊！吼，我想到你会当困，我袂当困哦。无法度啊，因为是老鸟嘛吼。一个菜鸟你会通讲啥物？哦，所以虽然心内真无爽快，但是嘛袂当讲啥物。只会通搁较谨慎吼。伫遐看。阮隔壁迄个营班、迄营本部的所在吼，迄个长官是毋是随时会出来来查哨的时阵吼，我就要赶紧将迄个老鸟叫起来讲来查哨啊。有影做兵吼，咱做兵的时阵伫遐徛卫兵吼，就拢会特别谨慎吼，特别是过去咱讲迄个两岸吼，两岸要真紧张的迄个时间点。特别是伫外岛咧做兵诶，咱拢特别谨慎。因为若无谨慎，咱知讲过去迄个段时间，就是双方拢会派迄个水鬼，去到伫对方，去抹扫啦，咱去抹扫吼。若较轻微诶，就是干那迄个卫兵，互迄个水鬼杀死。若是较严重诶，就是安怎？规班，拢杀死了吼。所以咱有机会去到伫迄个外岛参观吼，即摆一定拢有开放啊。你也看到迄个有一个碉堡吼，伊是封起来。迄通常拢是安怎？迄内底即阿兵哥拢是进前吼，水鬼杀死了所以迄个碉堡就会封起来。所以每一摆听起遮士大人咧讲因做兵的过去的时阵。我拢会感觉实在是即阵做兵足轻松的嘛吼，我4个月就结束了吼。以前伫即个外岛特别紧张，拢爱去提防即个水鬼来抹扫。当然，咱知影讲即个谨慎咱台语讲犯罪是张弛吼。谨慎毋若是讲伫咧徛卫兵的时阵，就要特别注意。其实伫咱生活每一工，拢就要保持谨慎。免得讲忽然间来一寡状况，咱随时发生的时阵，咱会毋知影要怎样是好。咱常常讲咧开车毋通滑手机啊，着爱谨慎，着爱张弛。咱看足侪发生车祸，迄意外拢是最近拢咧滑手机，无注意前几工我看一个新闻讲，有迄个公车的司机，伊一边开车一边食御饭团食了后，搁头壳一直咧看下骹咧看下骹。迄个坐车的人客拢奇怪，即个司机到底在创啥？原来一直咧看手机可能咧追剧咱有当时看迄公车，伊迄个头前摕迄个平板拢伫遐追剧拢无真认真伫遐真谨慎开车这拢爱特别注意伫今咱所读的这段经文，10月17日的披露，其实就是耶稣要甲咱提醒迄个谨慎的重要性。伫这个披露的进前，咱若看马太福音24章，耶稣有特别提起，伊第2摆降临的时阵会有啥物款的兆头。第一就是会有人加耶稣的名来到这个世界，卖黑所有的信徒。第二就是这个世界会发生真多的战争，也迄时阵会有侪的饥荒，真多的不安。第三，信徒会陷落伫患难的中间，有的会受到杀死、杀害，因佫会因为耶稣的名，互万百姓来厌恶。所以有侪人因为安尼缘故来跋倒，甚至会彼此陷害、彼此厌恶，也假先知会卖血，
甲侪不法的代志愈来愈多，致到人的痛心也愈来愈冷淡。这24章咱看去整个耶稣咧讲起，当伊搁再来的时阵，会有啥物款的调头？耶稣除了勉励门徒都爱吞忍到落尾，才会得救。就爱吞忍到落尾才会得救以外，伊搁较提醒门徒毋通去听见假的消息就相信讲真正有发生这个代志。所以耶稣特别提醒，有人会传播即寡假的消息，讲基督伫遮，基督伫遐。顶一摆咱讲道中间有特别提起即个假的消息、假的福音，即马一定伫咱的世界中间，世界传。咱着爱张持，咱着爱谨慎。那呢，耶稣到底伫什么款的时间点会搁再第二摆降临？耶稣有讲，若是论迄日迄时，人毋知，天使也毋知，囝也毋知，独独悲哉哪定？独独悲哉哪定？咱拢毋知影啦，咱毋知影讲到底耶稣第二摆什么时阵来？伫这所在，耶稣只是要提醒门徒，伊会搁再来的这项事。但是会伫什么款的时间点？耶稣伊指出，迄毋是重点。伊什么时阵会来？迄毋是重点。重点就是讲爱张持，着爱谨慎啊！咱每一工谨慎过日子。因为耶稣什么时阵会来，只有爸知影。接续耶稣伊用迄个好的萝卜甲恶的萝卜的结局来做即个17日的披露的事件。好的萝卜会忠心伫主的交托来管理主人的家，最后会受到主人的肯定，互伊管理一切所有的。然后恶的萝卜，伊会伫遐心存侥幸啊，讲想讲主人无法早转来，所以伊就伫遐放纵，伊就伫遐做毋好的代志，起骹动手拍伊的同伴，然后搁甲酒醉的人做伙啉食，整个就是伫遐结放放安尼啊。当主人转来时，看起这样事，这个恶的萝卜，伊会受到真严的处罚，并且主人会定伊甲迄个假好的人同罪，最后因只有伫遐哀哭家己出去啊。有关耶稣所讲这17日的披露伊的背景，其实是犹太人拢最容易去理解的代志，因为这是伫结婚进前真基本的准备工作。伫犹太人伊的婚礼中间，拢总会分做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去提亲，第二个就是订婚，第三个就是去迎娶，去举办婚礼。咱台湾人嘛差不多是安尼啦，要结婚进前，两个男女熟识了，有决定要结婚，就是爱大先去提亲嘛，我会记得我迄阵甲牧师娘结婚时嘛是安尼某一年的过年就去拜访我的丈人丈母去甲伊讲阮两个人真意爱，什么时阵想要办理订婚，伫什么时阵办理结婚，这通常大概咱东方的文化拢是安尼。伫这个第三个阶段中间，新郎会甲这个伴郎男宾相，伫个陪伴下面，去到伫女方的家庭，来这个将新娘接转去因的厝内，并且伫这个接新娘的迄个暗时，因会伫遐真热烈，热烈滚滚拢伫街路咧游行去到伫迄个女方的家庭，将新娘带出来，伫街路游行。所以每一个人伊的手内拢爱举一个火把，火把。咱伫经文中间讲是灯火嘛，其实是一支火把，一支火把这个火把顶悬有放一个敢若油灯的迄个台，你会通
天阳伫顶悬，点火，所以每一个人拢举一支火把，安尼伫街路安尼游行行路，真热闹啦。你若是伫即个暗时的时间，无准备灯火，就会互人看做是贼偷，也是讲外面来的即个不速之客。照犹太人的惯例，新郎伫咧迎娶新娘迄天，伊大先会去到伫亲友的家庭，甲朋友、亲情做伙食饭，伫遐真热闹啦，大先先去甲人食饭，啉酒，真热闹。所以新郎一定爱到伫暗时，才会到伫新娘的家庭来迎娶。通常新娘伊嘛是有几个同伴，咱讲迄个女宾相，即拢是在室女，因为大先伫即个门骹口的所在，听候新郎来，所以因就要准备迄个灯火嘛，因为规个暗时暗蒙蒙，无亲像咱拢即马有灯火伊就是迄个火把，就是一点倒，听候新郎来。迄听候过程中间，就是毋知到底什么时阵来，就会开始拄久嘛，拄久的时阵，因就检测倒伫涂骹，还是讲倚伫壁的所在，就伫遐小休困一下。一直到伫即个新郎来的时阵，就人大声伫遐喊讲：新郎来啊！因就要赶紧将迄个火提起来，迎接新郎入来到伫新娘的家庭。照理讲，迎接新郎这个十室女，应该拢会准备较侪油，因为听候嘛，伫遐一直听候，到底什么时阵会来，毋知影，所以就要准备较侪油。所以咱会通看见，伫迄个时代中间，咱讲娶新妇的这项代志，这个十室女拢真清楚知影爱做什么代志，爱谨慎。伫大学时阵，某一年的暑假，大概我是大学三年级的时阵阮有去甲教会几个青年去参加南崁教会，因有举办一个营会，是台湾青年、日本青年甲韩国青年联合的一个营会阮伫社委营地举办即个营会，即个营会结束以后，主办单位就要互遮外国人去到伫阿里山佚佗一个参加即个营会进前，主办单位有特别甲阮提醒，因为要去到伫阿里山，虽然是热天7月8月，但是山顶到暗时足寒的，爱记你炸外衫，爱炸外套。迄阵我就安尼结放我想讲。我遮尔少年，阁遮尔勇壮毋是勇壮是勇壮我遮尔少年，遮尔勇壮，我何必着爱炸迄个什物外套去爱阁炸外衫安尼就训掉所以我就干那炸一领真薄的即个雪珠长黄的雪珠，然后我的衫甲裤拢是短黄的短黄的 T 恤短黄的底裤安尼然后我参加即个营会果然我去到伫即个阿里山是暗时伫遐是有够冷去到山顶暗时差不多10几度，伫遐有够冷的冷甲挡袂牢，尾后我赶紧走去附近的一个商店去买一领长裤来穿但是嘛无法度永远是足寒的即主办单位看大家拢安尼，特别是即个日本朋友甲即个韩国朋友因来到台湾，因嘛毋知讲原来关山甲平地的气候差遮济所以嘛无炸迄个真厚的外套。所以主办单位就赶紧去到迄个阮大个旅社因为咧做迄个外套，就做几啊束我互大家通好穿穿了才感觉讲小较温暖所以才会通解决大家伫遐感觉真寒的即个问题。对即摆经验，互我一个真大的提醒，就是
爱听主办单位所讲的话吼，要听主办单位说的话吼。这嘛是一个真好的学习啊吼。咱有当时拢抓准讲咱足敖的，毋免听人安怎甲咱提醒吼。其实这嘛是一款警醒。既然犹太人伫咧带新娘这样代志顶面，有迄款新郎毋知影到底什么时间会来，即款的传统，那安尼陪伴伫新娘的身躯边遮的在室女，一定会加准备一寡油，免得伊的灯花去。所以耶稣才会伫即个譬喻中间指出，迄五个无准备油的在室女是戆的，是戆的。另外五个有准备油的在室女是巧的，是聪明的。只有这聪明的、有准备妥当的在室女，才有资格甲新郎做伙入去厝内，伫遐坐倒参与迄个宴席。最后，耶稣搁再一摆提醒听这个譬喻的门徒讲，所以着张弛，因为恁毋知迄个日、迄个时。伫24章拄则有提醒耶稣有特别讲，耶稣伊会搁来，但是迄个日、迄个时，咱毋知影。耶稣搁再一摆通过即个譬喻，搁讲起即项事，所以着张弛，因为恁毋知迄个日、迄个时。有影既然无人知影讲耶稣什么时阵搁再一摆降临，那呢咱伫信仰的生活顶悬。若是无够谨慎，无够积极来做准备，就会亲像耶稣所讲的即个五个愚戆的在室女共款，一定要听候到伫迄个真紧急的时阵，才赶紧来准备，咱就会失去甲耶稣进入到伫伊为咱备办迄个永远的国度内底。因为这咱检视一个伫信仰顶面有够也谨慎的人，咱是毋是有随时准备好势，要来迎接主耶稣，搁再来？还是讲，咱是亲像耶稣所讲的，就是伫迄个那时代，迄个时代中间遐个人，24章拄则讲马太福音24章，耶稣特别来讲起那时代遐个人。伊讲，因为大水会大新，遐个日，人伫啉食嫁娶，到那日大阵的日，因既然毋知，到大水到一阵袂应，人主会过来也要安尼。迄时要有两个人伫园里，一个厝去，一个房地，两个妇人咧下无。一个厝去，一个房地。咱是迄个互耶稣厝去的，还是互耶稣房地的人？毋知影，所以咱就要谨慎。所以对耶稣所讲即个10个在室女的譬喻，会通互咱什么款的信仰反省？第一个就是就要谨慎来过信仰的生活，互咱就要谨慎来发觉。咱生活的每一项代志，伫几啊年前，厄瓜多这个国家，有一只飞机，伊是即个运输机载满所有载满即个货物，准备要起飞，要飞去到另外一个所在。伊起飞了过10分钟，发生问题啊！即个技师就赶紧联络即个塔台，甲塔台人讲，因飞机有四组的引擎，有一组坏去啊。毋过无要紧，因为遮尔侪引擎的飞机，其实是减一组的引擎嘛是会当飞。伊讲已经处理好势，要照因的计划前往迄个机场去。讲了过3分钟。即个技术阁发电报，去甲即个塔台人讲，伊讲另外一组的引擎嘛害去啊，变做讲4组有2个害去，因准备
要返回机场，要飞转来到机场的所在等于讲煞过1分钟了后，伊阁发布消息，互即个塔台讲，因所有引擎拢袂振动互因拄对空中要要摔落来，要跋落来。但是伫咧跋落来过程中间，这技术处理也真妥当，真好势，是落落迄一区迄个经济园内底所以这3个这飞机的人员拢无受伤，尾后是对飞机爬出来后来才发现是甚物款的问题？原来就是讲飞机还未飞进前，伫地上遮所有工作人员。因拢认为讲飞机迄个油箱的油是一定加甜所以因拢无注意，讲迄人有去加，是讲迄人有去加，所以大家拢想讲有人去加，结果是迄个油箱拢无加油，所以因就是伫咧无油的即个状态下面，飞去到天顶，莫怪讲每一台迄引擎拢坏去拢袂振动。互人感觉上机器的就是安怎？即只无油的飞机，伊所载的是啥物？伊的飞机内底所载拢是油伊所载这油是要去到另外一个机场，互另外一个机场来使用。但是伊既然飞机家己本身无油，对这个故事的中间会通互咱啥物款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讲。基督徒上大的危机，就是抓准家己的灵命，一定教义成熟，有迄个能力，有迄个气力，持续来见证主的名，还是去造就其他的人。但是却无发现家己实际上是灵命真欠缺的人。我抓准我有我会通去帮助别人，但是其实伊是无。保罗先生，伊捌因为家己的骄傲，伫遐感觉真后悔，所以伊伫遐劝勉所有基督徒讲，伊讲兄弟啊，我无掠家己最已经得到，当作全无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所差的表来走，到得着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咱是已经抓准家己得到吗？是讲，咱就要搁较谨慎，互咱的注意头前的事，毋是后面的事。所差的表来走。其实，伫信仰的顶面，真正会通谨慎的人，伊会知影讲，家己是灵命，若无常常甲主耶稣即丛葡萄树连结的时阵，就无法度真稳定对即丛葡萄树吸收营养成分，有一天一定会高达死亡。即丛葡萄树所讲的是主耶稣的话语，甲主耶稣的身躯就是教会。咱的信仰生活一定爱甲主耶稣的话语、主耶稣的身躯结连，这两项袂当欠缺一项。基督徒的灵命需要持续甲主耶稣，通过主耶稣的话语来得到养持，就是咱每一天灵修祈祷。有稳定的教会生活，爱做礼拜，并且也甲主耶稣的身躯彼此互相来起造，互咱参与伫小组团契中间，安尼咱的信仰灵命才会通一直成长，一直永壮。好像开车也是讲骑车的人，因伫咧开车甲骑车的过程中间。因着爱知影，爱加油你车若无油，要安怎开会振动？伫咧开的过程中间，嘛去注意讲，迄个油表，若是灯一定，有迄灯一定倒起来的时阵咱赶紧去找附近的加油站去加油。咱袂讲硬要开，开到上尾，一粒的迄个油到路尾啦，调车调伫路边，安尼就感觉
很囧啊，吼，咱这少年人所讲的很囧哦。所以咱就要张持，咱就要有好的教会生活，爱常常甲主耶稣结连。对这譬如，互咱的第二个信仰反省，就是要伫信仰群体中间，成做彼此的帮赞。虽然耶稣伫这譬如中间有提起，迄5个聪明的、有准备有的，伊这5个在世女后来也因为担心家己又无够用，所无就去帮赞迄5个愚戆的、无准备有的在世女。但是这无代表讲，迄5个聪明的、有准备有的，无去关心到迄个愚戆的，甲即个无准备有的。后来咱看见即个聪明的、有准备有的，有甲即个愚戆的、无准备有的提醒讲，赶紧去买油。伫经文中间有安尼讲，赶紧去买油，因为恁无够业。所以后来，这愚戆的、无准备油的，就赶紧去附近的店面去买油，但是袂赴啊，但是至少伫个所在，咱看见即个聪明的，伊有去帮助即个愚戆的。有一个人行路，转去到伫转去厝，然后伊有带一只驴仔，甲一只狗，驴仔徛伫头前，即个狗仔行伫驴仔头前，行一困了后，伊感觉真野性，所以就找一张树仔，倒伫树仔骹伫遐困。尾后，即个驴仔感觉腹肚枵啊，伊要解决较简单就四界找，有草仔的所在通好食，伊就伫遐食草。但是这狗仔嘛腹肚枵啊，主人伫即个驴仔的身上有2骹的即个面包，所以即个狗仔腹肚枵，伊就赶紧去甲即个驴仔讲，伊讲我嘛腹肚枵啊请你将迄个篮内底的面包摕一块互我，互我会通来止枵。但是这个驴仔继续食草，好亲像无伊的代志。然后伊就对这个狗仔讲：“我听候你的主人真心才讲。”忽然间，有一只豺狼对树篮内底走出来，来到伫这个狗仔甲驴仔的头前。这只豺狼嘛，腹肚真枵。随时想要将即个驴仔来咬死。这时阵驴仔感觉真惊吓，伊就狗仔讲：“朋友，请你甲我斗3工，若无我可能性命危险。”但是这狗仔就伫遐，敢若无伊的代志，伊就伫遐冷冷对即只驴仔讲：“听候你的主人真心才讲。”咱对这个故事会通对着什么款的启示？当你无去关顾别人的时阵，有可能你所拄着，有可能你去拄着危险，无人来甲你斗3工。其实，伫信仰这条路顶面，咱拢是同路人啊！咱拢是同行天路的人。本来就应该爱互相帮赞、互相支援。好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搁咱在万事三甲内，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伊又讲，信徒所欠缺就供给伊。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若一体受阳光，百体同快乐。所以，当咱看见兄弟姊妹，伫信仰顶面不足、跋倒、无够谨慎的时阵，咱就要互相来提醒，互相来劝勉，毋是甲伊放伫一边，听候你的主人真心才讲。咱就要甲伊提醒，甲伊关心。使徒彼得安尼讲。若是万事的结局君啊，所以着自在节制来祈祷。第一要紧，大家着切切三听，因为听是抓砍最罪罪过。大家三接待
无得嗷嗷念。逐人照所受的恩赐三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兄弟，咱是毋是已经准备好势，要迎接主耶稣第二摆降临？咱是毋是有好好使用咱的恩赐来敬拜上帝、服侍教会？咱拢望当主耶稣搁再一摆降临的时阵，咱毋是迄五个愚戆的、无准备游的在世女，最后咱拢无份伫天国的福分。为着呢，咱就要好好把握生命中间每一个会通尊主做大、成做良好搁良善的罗卜即款的机会，咱就要张持，咱就要谨慎来过日子，免得将来咱互主耶稣迄伫外面黑暗的所在，咱伫遐哀哭家己切齿。求主帮助咱，互咱拢会通成做迄五个巧的、有准备游的在世女，咱拢有准备好势，听候主过来，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伫你面前要祈求你的怜悯，因为有时阵阮伫生活中间无够警醒，直到阮无注意，阮诚做是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是甚物？主通过你所讲这10个在世女的譬如，阮搁再一摆要来学习，就爱诚做迄5个聪明、有准备游的在世女。主，你有对阮提醒。当迄个时、迄个日，阮毋知，你伫时要搁再一摆降临，所以阮着爱有真好的准备，阮着爱甲耶稣即丛葡萄树有好的结连。通过圣经的话语的样式，以及阮伫教会团契中间的连结，阮会通互相来提醒、勉励，因阮是同行天道的人，阮着爱互相帮赞扶持。阮毋通互一个人来绊倒，因为阮拢受到上帝的警调，要成做一个互相帮忙、互相劝勉、互相支持的团体。主，当阮搁再一摆来到你面前，恳求你，互阮会通审查阮家己，阮是毋是有认真来成做一个信徒，有认真来成做一个门徒，阮是毋是有认真要成做你所差遣的使徒？帮助阮。互阮确实知影，当主来的日，你的确要来检验阮每一个人的心。求你互阮拢通，互你称作是好搁尽忠的奴仆。阮通进入到伫你为阮备办即个满有福分的国度内底，伫遐享受你为阮备办丰盛的宴席。阮伫面前安尼献上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来吟圣诗第572首，心目主坚固。心目主坚固，就是赎罪耶稣，救主上帝，求你听我祈祷，罪恶洗清我。互我全心倚靠归向上帝，
请起立金泉手。请坐，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祝福世上即事来带领咱来奉献。请咱三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以弗所书第5章第15节，伫咧周报第2面上下骹。恁定着看恁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着亲像有知识的。以弗所书5章15节。所以，着斟酌看恁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着亲像有知识的。以弗所书5章15节。所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
当向智慧人。以弗所书5章15节。咱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的第3面本会消息。今主日礼拜中，特别为着飓风艾达，美国东部的灾区来重建的奉献，奉献地仔压伫个周报的中间，请兄弟关心大多甲奉献。本礼拜3的查经祈祷会，查经由郭牧师主理，祈祷会由美凤长老主理，欢迎兄弟踊跃出席参加。后主日举办培灵会，请兄弟有准备心来领受灵命的培育。当日是学童的礼拜，伫个上午10点举行，请兄弟注意。后主日礼拜后会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务必出席参加。第6点本会伫个11月14号会举行圣礼典，要参加成人洗礼、建圣礼甲小儿洗礼的兄弟，请郭牧师来报名来安排慕道班的课程。第7点，本会伫个11月14日的主日礼拜中，嘛会举行临时的会员好会，来补选2名的职事，请兄弟爱留时间来出席参加。会员名单甲职事候选人的名单拢已经公告伫个周报第4页甲公布栏。若有疑问，也是需要请教的，请爱甲小会书记谢全长老讲。第8点，请学生、社青、乡亲团契甲圣乐队的成人会长甲队长，伫个11月14号进前，将明年度的事工计划交予郭牧师，爱制作11月20号事工研讨会手册。第9点，本会上半年度的小组季会因为疫情的缘故，会甲今年感恩节主日来合办。伫个11月21号，请兄弟准备心为即个事工来奉献。其他的教界消息甲大岛生活，请大家家己看。下周的讲题嘛，记载伫个周报顶悬，请家己看。然后第5页的奉献报告，若是有重大的所在，请往财务部来更正，就是我本人，请甲阮本人讲。后周的事奉报告，华语甲台语的词汇是美凤长老，司琴是宋恩，甲其他的服侍人员请注意家己的事奉。请牧师补充报告。好，伫遮特别是爱强调，咱后礼拜要举行培灵会。所以咱是合场伫10点，所以请咱兄弟特别注意吼。咱是10点开始，10点开始吼。咱第一场伫礼拜中间的培灵会，拄啊是10点到10点半，11点半。第2场是伫11点40到12点半吼。后礼拜咱会准备中昼顿，互咱会通早顿去食吼。所以请咱。后礼拜特别注意即个时间。过来就是讲，咱11月14的临时会员好会，要补选2名的执事吼。咱的会员名单会通看第4页，第4页所在。伫遮有几个部分，则请咱特别来看吼。有已经用迄个框框甲箍起来。就是现任的中职，所以咱伫咧选的时阵毋通来选。然后下口画一线的，就是超过70岁，超过70岁就是毋是即个备选的名单内底吼。所以咱也特别来注意吼。若画2条线的，就是代表伊。诚侪陪产会员也未到2年，就是草子草甲罗安即2位吼。因为咱即事是采取即个普选，普选就是讲咱是在职的陪产会员拢有资格，除了我拄则所讲的即几个，是咱无列伫即个受选的名单内底吼。其他拢是会通普选吼。
咱用普选的方式来选举，所以但是这个名单顶悬有啥物款的问题，才来甲我讲，也是讲来甲谢船长老讲特别爱注意就是讲，若有要请假的爱量早讲，爱量早讲我是期待讲咱会通将迄个时间来安排出来因为这一定报过几啊礼拜，咱10月14来补选执事咱最近会通发现讲，这个礼拜伫书宪的时阵，因为咱执事有当时你是讲预分今日书会也是讲咱有2个执事一个即个陈恩陈恩伊即摆是主流的校长，所以伊拢较斟酌伫主流的事工，做好爱顾即个伊的幼婴所以有当时咱伫书宪的时阵就发现即个人员无够的问题所以希望讲咱会通将这2名的执事补选出来，通互咱的事工咧进行会通搁较顺利。过来就是讲，咱除了是各团体甲信国队新任的队长甲会长爱将事工计划交互我，另外就是各部的长老各部的长老嘛爱将恁的事工计划交互我，则请恁伫11月14进前将这个资料来交互我，以你来做即个事工检讨会的手册。好伫遮。足久无看到慧玲，伊是去洗手间嘛？嘿，慧玲因为伊身体一直拢无爽快特别即阵是因为伊的颔管颔管的神经因为迄个伊的颈椎有压迫啦颈椎有压迫所以拢会较无爽快但是拢有咧做复健敢若有较好势较好势咱持续为着慧玲伊进前嘛是定定腰酸背痛我想讲是毋是照顾囡仔照顾爱照顾3个囡仔所以会较忝咱求主保守嘛诚久无看到婉君婉君甲婉君阿嬷咱嘛是继续为着婉君伊所开的迄间餐厅来祈祷因为这疫情的中间，咱知影讲做餐厅真辛苦特别曹璇伊嘛是爱替伊祈祷伊个拢是属于餐饮类餐饮类的部分咱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拢较无好做较无好做咱看足侪餐饮业拢关起来所以旅游业嘛是种足凄惨的求主帮助啦，互咱会通真安顺来经过即个疫情因为咱即马疫苗的覆盖率第一剂已经破70%嘛迄覆盖率已经破70%即个第二剂一定有2成以上嘛所以渐渐咱若是即个疫苗注射的覆盖率愈悬的时阵咱其实就是开放的迄条件就会愈侪咱对11月初2以后听讲无数工就拢要戴喙掩嘛咱唱歌的人唱歌队嘛是会通毋免戴喙掩嘛但是咱嘛是爱保持咱迄个防疫即个爱做好势好安尼咱特别为着拄则所讲着即几项代志咱为着慧玲慧玲伊的身体来健康来代祷为着婉君曹璇因迄个餐饮业的即个部分来代祷嘛为着玉芬因这旅游业咱互相来代祷好，咱三个起立为着即几项事来祈祷。主上帝，阮伫你面前，阮知影，阮会软弱，阮就用祈祷，互相来支持，互相来宽免，互相来代祷，来得到上帝你感觉。阮特别为着慧玲伊身体的衰烂，求你继续来医治看顾，祝福伊会当伫个复健的过程中间，互伊整个身体的衰烂，拢会通更加得到医治，互伊会通
势。阮也为着教会中间有人在做产业的来求你保守，为着完全挑选因所开的店，求上帝你来保守主阮求你对事业预分，求你来保守。我知伫这前中间实在是做行业受到影响，可是我知你是看顾人的上帝，有恩典帮助阮，来赢过这一切忧闷。你们的主上帝，阮知影你是体贴阮人软弱的上帝，阮要将所敬听的慧灵伊身体衰烂，求主你来医治伊真多这个压迫的问题通过复健会通改善，也渐渐恢复健康。愿上帝你医治的手来下伫伊的身上，帮助阮教会中间伫疫情确实真严重的时阵，有侪行业也受到真大影响。为着完全挑选因所开的店，求主你来坚固，求主你来祝福，也互因无因为伫疫情的中间，互因的心理来受到太大的影响。阮知影目前台湾实在是一个真好势防疫的一个国家，互阮伫这中间也看见政府真认真来做防疫的工作，帮助阮互即个各行各业拢会通伫你固守下面稳定来进行。阮也知影旅行业也受到真大影响，求你也保守预分伊的工作，互即个旅行业也会通得到真好的照顾，帮助阮拢会通搁较谨慎来过日子。阮无因为即个疫苗的覆盖率愈来愈悬，阮就放轻松。反正伫即个疫情的中间，阮也通继续互相来提醒，也伫即个中间互相来关心。阮将所摆在的下伫你面前，求你来感纳。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坐。听下吟祝福的诗歌，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金丝线请过无输足倒。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佮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伫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灭倒避讳。